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的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2021年国庆烟火睽违20年，将再度回到高雄举办。23日，高雄市政府抢先曝光港湾烟火亮点，宣布在兼顾防疫的状况下，一律采预约制入场，观赏人数将从往年可容纳的69万人降载至2万人。而众所瞩目的国庆烟火也在晚间释放，但您来一睹为快。绚烂缤纷的国庆焰火抢先释放，交叠出各式图样，点亮高雄夜空。2021的国庆焰火睽违20年回归高雄举办，就在高雄港湾海景第一排，将让民众360度无死角观赏。光是3分钟释放就令人惊艳，国庆当天势必更众所瞩目。今天烟火的试打，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定位能够非常的准确。那我们今天大概180秒，270花。那重点是今天的这一个试打的这个最大尺寸只有8寸。那么未来在10月10号会有10寸、12寸跟16寸，都是历史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尺寸。所以我想这个试打只是做一个定位的效果，也让整个开启这个防疫振兴的这个序幕。2021双十国庆焰火在高雄释放范围堪称史上最大，面宽超过3公里，并首度动用7艘平台船，自高雄港区5个布弹点一路向外绵延至旗津南堤，释放海上焰火，搭配超过100发12寸以上大型焰火弹，最大达16寸，高空大口径焰火数量创历史之最，展现高雄100年大港气势。整个的这个系统上的配置，那我们刚刚也跟设计团队在讨论，在未来的这个10月10号的这个过程里头，它近30分钟，超过2万花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国庆烟火，大家应该可以拭目以待，看到最好有史以来最佳的一个结果。国庆焰火活动采预约制，因应防疫需求，观赏人数下修至2万人。幸运抽中观赏席次者才可入场，但没抽中的民众也不用气馁。由于高雄港区腹地辽阔，从寿山至鼓山区、盐埕区、旗津区等多个行政区，处处皆可欣赏美丽的焰火。届时欢迎民众一同欣赏这场国庆盛典。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为了刺激5倍券消费买气，17日下午，台南市长黄伟哲来到永康区参观。今年做的最大奖3房含车位的小豪宅，房屋所在地生活机能良好，到台南科学园区只需要10分钟。市长黄伟哲表示，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提升买气，振兴台南的经济。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造成许多行业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台南购物节至今已经迈入第11年。17号下午，跟着市长一起到永康区参观价值830万的头奖。今年所送出的房屋位在永康区永大路桥旁，除了3房以外，还附上平面车位，也要一起送给这次中奖的幸运儿。这个我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一直把这个门槛越架越高。我也担心今年如果抽出去的首奖，那明年怎么办？好，明年大概不知道。不过明年的事情明年解决，今年先过了再说。那我相信这么好的欢迎大家，大家来看，这表示说我们信誉挂保证，一定有房子而且一定是比去年多加1房金额可能要多加1倍了去年大概400多万、500万，现在今年大概830万那地点又是属于蛋黄区那又是自证安全宅，所以说安全上、在景观上、在交通上、地点上以及建材内部上都比去年更加升级。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各位好朋友，我想来台南抽奖、来台南玩、来台南抽奖，或者是你没有来台南，你只要订购台南的这个产品订购台南的这个礼品，然后在台南付款，发票是台南开出来的，都可以享受这个抽奖的机会。今年房型3房2卫浴，总坪数大约27坪左右，而且特别使用日本预防地震工法所建成，外观以白色巴洛克风格为主，室内搭配着精致的装潢，让人看了真的想要马上住进去。
因为我们的那个建材的使用跟我们全栋自证的造价都比一般传统建筑要来得更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日本的原装日本的那个自证系统。然后我们还有增加到说，基本上我们是做饭店式的管理，所以我们有一些视听室、健身房这一类的公共设施、交易厅，顶楼的部分还有一个空中花园。那因为外观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做巴洛克式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部分是采用石材的建筑下去构建它的那个造型。房子的周边不仅生活机能方便，距离永康交流道也很近，到南科也仅需10分钟左右。所以请大家在购物节期间领到5倍券之后，欢迎到台南消费，并上网登录发票，一起抽大奖。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高雄市三民区宝明里位在铁路绿园道旁，其中有6户透天厝因为墙面的面积大，获选参与了绿园道建物彩妆行动。其中2户的彩绘主题为誓约，带您来看看彩绘艺术家的精彩创作。绿园道旁有一面透天厝的墙面上画着一个女孩，对面的墙面上则画着一只猫。彩绘艺术家说，这只猫是男孩画生的，虽然和女孩背对背，中间还隔着一条巷子，但他们手里都拿着毛线，紧紧相系，展现坚守誓约的决心。2位角色手中都会有拿毛线球，然后我把毛线球的设定是一个思念的意思，所以思念的这个意象，他们就会穿越他们的身体，然后也穿过中间空白的这个巷子。猫的墙面还画有大树和青草，以及代表海洋的水母，呈现男孩的热情；而女孩墙面则画有鲜艳的玫瑰花和蝴蝶围绕，呈现柔美的一面。我觉得很开心啊，对啊，因为其实每天常常就会有路过的民众，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会有运动的民众，然后都会打招呼，然后或者是在那边观看，对啊，然后我觉得作品可以放在这个地方，我是非常开心的。铁路绿园道从国一高速公路到正义路一带，有许多透天厝较为老旧，有6户透天厝的墙面获选参与市府都发局的建物彩绘行动，邀请多位彩绘艺术家用彩笔装点，让老旧建物焕然一新，也和全新的绿园道融为一体。所以这个做起来，因为有这些年轻的老师在画的话，他们的构想会跟我们一般的他比较新潮哈，所以做起来看起来都非常的好这样。那在整个三民区这个范围内，总共有10位艺术家创作了13幅的一个艺术作品。那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创意。那我们也很感谢说，这一些我们的一个居民提供他的一个墙面，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艺术彩绘。原本隐藏在铁道旁的建物，在铁路地下化变身绿园道之后，成为园道第一排，而以彩绘方式让外墙快速换装，呈现崭新的一面，为绿园道增添一幅美丽风景。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为了解决全球暖化问题，实践环境永续，国立成功大学主导建制国内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24日在成大安南校区举办启用典礼。未来这套技术将推广至碳排大户建制，创造经济与环保双赢的局面。减碳是全球性的议题，且攸关台湾未来的发展。国立成功大学做出全国第一座负碳排的示范工厂。这套技术可以将2氧化碳成为有用的工业原料，有助于国内碳产业发展。24日，副总统赖清德特别回到台南参加负碳排示范工厂的启用典礼。3、2、1，请揭牌！台湾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成功启动。回到母校，见证全台湾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的成立。那这个呢，也代表了台湾迈向2050碳中和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啦。那我要特别代表蔡英文总统感谢大家的努力，也要特别祝福我们的工厂今天这个算是开工嘛还是典礼顺利未来的运作圆满成功在台湾迈向碳中和的路途上面扮演最关键的力量。对于碳排的减少，不仅是台湾，不仅是台南，是所有国家全球面临的严肃课题。
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负碳排实验工厂的一个目的。所以很期待，也很感谢成大以及所有的在台前这些企业，大家所做的努力，还有包括中研院廖院长大家所做的这个贡献，也让台湾早日朝向低碳岛的目标迈进。由国立成功大学主导建制的负碳排示范工厂，花费10年时间研究，可以将 CO2 捕捉纯化，再将纯化后的 CO2 完化再利用。未来这套技术将在中油、中钢、台塑等碳排大户建制。超过10年以上默默的研发、超前部署的负碳排示范工厂，将 CO2 资源化，不仅可以达到大规模减碳目标，也能够落实风光绿电储能，实现再生能源稳定供电。与台电公司所发展的杨董事长这边的努力 ，P2G、G2P 的技术不谋而合。这个试验场域更期待未来能够跟扩大所有今天在座的各大企业好朋友，规划负碳排的合作，协助南部产业的聚落发展，跟减碳绿能的基础建设，加速国家规模的绿色转型计划，共同创造台湾循环永续绿色制造的竞争优势。成大校长舒慧珍表示，全球至少有127个国家、524个城市宣示2050碳中和气候愿景。这个由成功大学主导建制研发的国内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可以解决全球暖化问题，实践环境永续的目标。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守护社区的安全不只是靠警力，在新邦里内，社区志工与巡守队，甚至是在地的友善商家也一起加入行列。而里长更是带领着社区的长辈们，共同绘制了一张安全走读地图，让里民们更加了解社区的现况，守护里民们的安全。自己装的监视器，掏腰包有26只这种颜色这机械的。指着地图，里长向社区的长辈们仔细的讲解，这是位在前镇的新邦社区发展协会。里长为了守护里民们的安全，召集志工与社区长辈，透过社会局与文化局的经费协助，共同绘制了这张社区安全地图，将里内需要重点注意的区域都标示出来。摕到这张。我会感觉讲，里长实在有够用心，有够用心的关心阮遮里民的安全，内底足清楚的。阮即摆行到地，阮就知影讲，这个所在容易肇事，我们就要停看。更感动的就是里长去跟商家沟通，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都知道社区安全很重要，他们愿意加入友善商家，都是我们里民我们的志工，大家互相把它完成。可是这个意义非常好，这个可以一直留下去下一届里长或是下一届理事长都可以延续下来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可以让他们做个参考。我们每个里民手上都有一张这种 DN。让他们知道新邦里哪里容易肇事，哪里容易淹水，哪里有昏暗的地方不要去，容易说什么都要注意，让他们记在心里，这一块永留存都会保存下来。媒合在地的友善商家，里长结合里内的业者，共同为社区安全努力，并且将平时社区巡守队巡逻的路线以及巡逻箱的定点划分出来，还有里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口，让民众能够提高警觉，更安全的在里内活动。我希望住在我们新邦里的里民，有个安全的里，让他安心居住，安心居住他才能乐业，因为这样子。他们对新邦才有那个自信，说住在这边是幸福的，也是居家安全很重要希望大家能认识我们新邦的安全网的地理图。这个活动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局，还有社会局提供我们一些资源，让我们来把它完成它。地图上一张又一张的里内风光，都是长辈们靠着平时的记忆所描绘出来的。不仅如此，里内志工还拿着地图带里民走读社区，比对里内真实的情况，告诉长辈们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地方可以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安心居住的友善社区。新邦，幸福安康，幸福安康就在新邦。
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为了避免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钱都还没赚到就被业者欺骗，台南市劳工局特别和棒球明星郭宏志合作，推出防骗以及不侵犯隐私的2支宣导短片，希望借重他的影响力来达到宣导的效果。前美国职棒选手郭宏志的生涯奋斗有很正面鼓舞的力量，加上他也是台南人，自己开店做老板，所以市府劳工局特别邀请他担任求职防骗代言人。而日前在嘉南药理大学所拍的2支宣传影片，22号正式和大家见面。片中呼吁大家掌握357的原则，就可以安心不怕受骗。谨记求职357口诀，面试不上当。3必问：1. 问自己是要一份工作，还是要找一个事业；2. 问明相关的劳动条件；3. 问明确实的工作性质及职务内容。5必看：1. 是否合法经营；2. 待遇是否不合理；3. 是否暗藏求职陷阱；4. 面试是否过于草率；5. 是否有公司确所在地。7不做：1不缴钱；2不办卡；3不签约；4不购买；5不离身；6不饮用；7不非法工作。谨记求职357，与陷阱说拜拜。开心啊，就是可以从这个过程中也自己了解说，类似跟劳工局的一些配合，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求职或是当资方这一块，我们要怎么做可以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这样子。劳工局将每个求职者当作自己的小孩，总在这个时候千叮咛万交代，不管找工作或是打工，千万不要缴身份证被不法业者使用，或者是还没上班就得买产品，询问和就业没有相关的个人资料等等，都一定要注意。当然是公部门的办理相关的求财这部分应该都是蛮 OK 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会想歪路。透过这样要证件、要缴定金、要先买住户、要缴多少钱来这位小给看到，那这样所有年轻人思考没有那么多，哇，理损价厚，他就踏进去的，事实上那都是一个陷阱。近年来求职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所以为了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求职权益及荷包，市府劳工局和郭宏志联手进入校园，一起举起球棒，要打破求职陷阱等不友善环境。台南求职必胜，来3、2、1，请挥击。记者顾恩吉台南采访报道。小港区的孔宅里，因为空地特别多，所以取台语谐音叫做孔宅。而这个地方也隐藏了一个特别的秘境，不仅可以观赏飞机，还可以走入时空的隧道，看看日治时期保留下来的防空洞究竟是哪里呢？带您一起来看看。飞机盘旋绕过天际，不用到大平顶，这里也有无数美景。隐身在小港区孔宅里的秘境孔宅绿园，走上层层的木栈板，从孔宅社区到前镇渔港的景色都尽收眼底。我们再往前眺望，其实就是我们的小港机场。那众所皆知，我们这边刚好是位于航道下啦，所以我们往前看会刚好看到我们飞机的起降。很多小港在地人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孔宅里有一座这么特别的特色的公园，它不仅包含了景观，它还包含了历史的隧道。那从我们一进来的地方，其实我们会先经过我们的孔宅绿园，那边还有一个登山步道以及观景平台。孔宅绿园除了可以从高处眺望美景之外，还有一个日据时代防空洞改建的星空隧道。走进隧道内，墙壁上还挂着飞机与101大楼，富含地方的历史文化。星空隧道是从日治时期所留下来的一个防空洞，那为了就是在地的区段的发展，那它把它改成星光隧道这样子。那这个相当悠久了，它已经经历了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那从以前它可能就是放置一些飞弹的器材，因为附近还有个军营。那到后期，我们这边可能放置机场的一些汽油的一些相关的东西。那直到我们最近才把它改成一个休闲的一个完美景点。孔宅里长吴卢恩也表示，希望市府相关局处能够提拨预算，将防空洞加以整建，凸显地方的文化特色。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小港其实在地就是闻名的是小港机场嘛，那其实作为我们台湾的门户之一，我希望说市长可以特别重视这边，那拨一些经费，让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更多元的发展。那特别是说我们如果有这些经费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在地的节庆活动，让我们吸引一些外地人来此处观光。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说的在地创生。那透过在地创生，我们可以让我们整个社区更活络，也更具特色。那将来也会为市府带来不少的一个效益存在。隐藏在社区里的秘境是平时居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当地里长也期盼未来能够有更多活动在这里举办，活化这个空间，更是希望能够加以建设，创造出属于孔宅里的特色休闲园区。记者张世明、李嘉义高雄报道。有一间位在台南西港的传统制香厂，长子为了体恤爸爸的辛劳，回到家乡接手家里的手工制香产业，并秉持父亲的理念，坚持传统手工制香的方式。透过手上的厚茧，除了看出传统产业的辛苦之外，也能意会出家族浓浓的传承意味。来到西港区，找到这间充满岁月痕迹的传统手工制香厂。小小的空间里面，可以感受到从第一代师傅吴顺来，一直到现在大儿子接手后，父子对传承手工制香的坚持与热情。大儿子吴志良想到爸爸年纪渐长，选择放弃原有工作，回到家乡接手传统产业，实在让人感到非常暖心。机械化、机械化伊个机械响做个，因为就是伊。按硬咧煎的，所以机械车出来响吼会翘啦，翘吼啊！即马一般人也出去吼袂较袂接受，较鸟的人较袂接受啊。啊，因为若手做的吼，一般伊若晒日就翘，伊毋过到下晡时啊日头落去，无日伊就个花完全滴开，所以就是即个差别吼。啊，平原料做起来也是迄个。手工做起来香较香，因为伊咱直接日安尼拍，直接拍较大。现在大部分的香都是转由机械化代工，一方面也因为现在没什么年轻人愿意用以前拜师学艺的方式。不过吴师傅父子表示，传统透过手工所制造的香，过程经过太阳的曝晒，就可以让香粉本身的香味散发出来。现在还是有一批老顾客坚持使用传统手工出厂，所以他们还是会坚持用他们的双手制造出更多好品质的香。目前我爸也年龄也大了啦，也刚好可能要随时要退休，然后加上这一本呢，传统产业已经开始没落，已经很多年轻人没有再学了啊，所以呢，想说呢，回家这也是一门技术啊，回来学也是蛮好的啊，以后也是一个出路啊。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父子的手上充满着制香所留下来的厚茧，也让大家了解到传统产业的辛苦及点滴。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容易对疾病产生恐慌，或是受到经济的压力，而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让心理不健康。因此，奇美医学中心呼吁，除了防疫，民众更要注意防止忧郁。为此，院方设立了关怀咨询站，导入医疗与资源福利，为民众心理健康把关。奇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承接台南市自杀通报个案管理业务。到今年已经进入第9年，今年从1月到8月，总共服务超过900名以上的个案。加上疫情影响，奇美医院精神科医师刘佩琪表示，发现个案有增加的现象，因此从今年3月也设立驻点关怀咨询站，提供民众及时的关怀、支持与心理卫教资源等服务。我们的驻点关怀咨询站是在比如说有自杀的个案，他来到我们的急诊，那急诊除了有一线的急诊医师，还有精神科医师的照会，还有我们的那个社工会去关怀甚至自杀通报，但我们的关怀员甚至会在第一线就先跟他建立关系，然后他回到社区之后还可以跟他再继续做联系，比较不会造成个案的一些那个防卫这样子，比较可以跟他建立关系，让他减少对就是
让他的自杀的情形会比较降低。以我们的观察，就是因为疫情在7月的时候，明显自杀的人数有稍微比较多，有多了1成。有多了1成，所以我们更需要宣导相关的一些资讯，让我们的民众知道说，他们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而不是选择想不开的方式，而是有一些资讯可以让他们可以来求助。奇美驻点关怀站成立以后，当中大约有4成自杀的民众，曾经透过急诊驻点的关怀转接卫生局社区关怀服务，让社区自杀个案的精神科就医回诊率将近6成，发挥最大及时的关怀效率。医师呼吁，不管是医护、社工或者一般民众，只要发现周边有忧郁、负面想法的民众，都能打1925安心专线寻求帮忙。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